今日我哋嚟講低情商而不自知嘅5種行為。講之前我有個問題，你覺得一個人真係存在低智商、高情商嘅情況咩？大家諗下，將自己嘅諗法打喺評論區度。其實喺我睇嚟㗎，如果一個人嘅認知夠低嘅話，佢係冇可能做到高情商嘅。但係反過嚟，如果一個人嘅智商同認知夠高嘅話，佢都好難會陷入低情商嘅誤區。所以情商某種程度上係一種更高級嘅智商。今日要講嘅5個點分別係唔分場合咁做自己、好為人師、抬高自己貶低別人、慣性否定，以及忽視非語言信號。大家可以睇下呢5條入面自己中咗邊一條。我哋首先嚟講第一個點，就係唔分場合咁做自己。有個社會學家叫做阿利霍希希爾德，佢提出咗一個概念叫做情緒勞動，即係指員工為咗滿足工作嘅需要而管理、調節自己嘅情緒同外在表現。咩意思呢？就係有可能我係一個好衝動嘅人，但係我做服務行業嘅時候，我要收埋呢份衝動。有可能我係一個好暴躁嘅人，甚至係污口污面，但係我做乙方、做服務行業嘅時候，我要將呢啲暴躁、污口污面同埋反白眼嘅特質全部收埋。點解啊？就因為我做咗呢份工。但係有好多人可能會無意識咁誤解咗，真誠同情緒自律根本唔係對立嘅。我哋點解要提情緒自律呢個概念？就係因為職場入面成日有人講一句說話，我呢個人比較直。講呢句話嘅時候，等於佢潛意識咁話，我而家要得罪你啦。呢類人通常會犯一個咩錯誤？佢哋會話我就係做自己啫，我咁真誠先至可以做自己。佢哋其實將真誠同情緒自律擺咗去對立面。咩叫對立？就係話情緒自律係一種職業道德，唔係去到邊度都話做自己。你唔可以話我係一個脾氣比較暴躁嘅人，所以我做服務生嘅時候都係脾氣暴躁嘅狀態，仲要當咗呢個係做自己。呢啲其實係低情商嘅表現。歸根究底，係因為佢哋認知唔夠高，唔清楚自己嘅工作性質，亦唔知唔可以隨時隨地做自己。如果真係完完全全做自己，人性嘅陰暗面同埋獸性都會爆晒出嚟。我度有單趣事可以同大家分享下。以前我喺北京開廣告公司，有次請人，有個攝影師嚟面試，我覺得佢各方面都幾啱。但面試到尾段，我問佢：你對我哋公司或者我本人仲有冇咩問題？你估佢點答？佢話其他嘢都冇所謂，淨係有一點我好在意，我要保證自己係快樂咁工作。我當時真係有啲反應唔嚟，即刻話：你去遊樂場玩快樂唔快樂？其快樂噶嘛，但你要俾錢噶。睇電影快樂唔快樂？都要俾錢噶。食餐好嘢快樂唔快樂？都要俾錢噶。你嚟我度工作，我點保證你快樂？甚至我自己都冇辦法保證自己快樂，係咪啊？我繼續話：只有你自己可以保證自己快樂，所以我哋公司冇辦法話保證你快樂咁工作，只可以話你做多一份工，我俾多一份錢。如果你覺得快樂工作係你做嘢嘅前提，咁我可以話你知，你基本上肯定會食到屎，因為佢啱啱畢業，仲唔明白所有工作都或多或少食啲屎噶嘛。佢仲唔知呢個世界冇任何一份工可以保證你快樂。可能係睇太多蘋果谷歌嘅宣傳，又或者冇上雞湯飲多咗，以為真係有呢啲嘢。就算係我自己做嘢，我都唔會話同呢個甲方合作，佢一定要令我快樂，就係揾錢做嘢啫。我覺得我哋應該諗清楚呢個邏輯。你應該做嘅係通過你嘅工作，包括一定程度唔做自己，令我同公司開心，然後你攞到錢之後，用呢啲錢去買快樂。第二點就係好為人師呢個問題。哈佛談判項目主管道格拉斯斯通嘅高難度談話提過一份內部研究，話當人哋講緊自己感受嗰陣，如果你直接俾建議，超過70%人會覺得你根本冇明白佢。點解會有70%人都係咁諗呢？第一，我同你講煩惱嗰陣，未必想即刻聽你夠點做，我可能淨係需要你明白我心情。更重要係，我啱啱開始講件事，你連來龍去脈都未搞清楚就急腳俾意見，咩話啊？即係你乜都未了解透就指手畫腳，我梗係覺得你喺度扮師傅啦，分明想 show off 自己把炮，邊係真心幫我解決問題啫？心理學家凱恩茨科胡特提出嘅自體心理學，話人哋同你傾訴煩惱嘅時候，你最需要嘅唔係你應該點做嘅建議，而係我明白你嘅感受嘅共鳴。大家試諗下邊個冇撞過板？譬如成日喺公司俾同事陰濕搞針對，又或者成晚心掛得自己一個。再唔係返工日日撞板冇揚訊，當發生呢啲唔多合理嘅事嗰陣，你點解要同朋友講？
其實你係想確認一件事，你想知係咪淨係自己咁黑仔？如果真係得你一個咁慘，咪即係話你自己有問題。所以你第一時間想揾個同路人，先會揾朋友吐苦水。當你爆晒心聲嗰陣，最想聽到乜？咪就係邊個未試過俾人玩謝啫？我上個月先俾同事閃到趴街，係費事講出嚟咋。你而家咁樣一啲都唔出奇，你冇錯，你亦唔孤單。但係如果你嘅回應係你自己都唔係啱晒，咁會俾人咩感覺？我當你係朋友，你點解突然之間高高在上咁教我做人？你嘅建議可能係好啱，但係你嘅態度會令我覺得你唔係想幫我，你係想證明自己犀利過我。人哋同你喊苦喊忽嗰陣，最緊要係攬住佢膊頭話我喺度，唔好成日掛住派口水喂歌。就算對方問點算，你先好搭把嘴，千祈咪人一喊你就扮諸葛出山，冇人問你就亂講廿四，呢啲嘢打落扮宗師款，情商低過維港水塘。每次兄弟嚟吐苦水，我即時榨乾腦汁，揾翻機單自己黑歷史。喂，你嗰單濕碎啦！我舊年直頭衰到冚穿地殼，橫掂大家都係同敦深水埗公廁，咬實牙根捱咯。就算我近排過得幾舒服，都嚟排會話，我都係好攰，攰到肺癆咳血啊！朋友之間何必整色整水？老友嘅交心最忌企高台，你當自己係山頂高人，不如落翻地同台同氣。第三點係睇漏身體語言。乜嘢叫身體語言？唔知大家試過未？明明覺得自己冇做錯，但個朋友突然之間疏遠你，其實可能係你個身體出賣咗你個腦。早排睇過份研究，話全球最乞人憎行為頭3名就有扮唔上心呢樣。點出賣法？即係話佢明明喺度同你分享一件佢覺得好有趣嘅事，你突然截停佢，等陣先，伙計，我要搬Mojito。你估對方點諗？你俾對方嘅感覺就係你唔感興趣。又或者當你嘅朋友有傷痛同你分享嘅時候，你突然睇咗下手機，或者畫咗2下 IG。大佬啊，呢啲咪就係用身體語言話你知，我當你講嘅嘢係背景音樂，就係你可能冇講咩，但係你嘅行為出賣咗你對對方嘅唔感興趣，而對方會因此覺得好受傷。呢個係好多人都察覺唔到嘅，好細微。有一項喺應用心理學雜誌嘅研究發現，喺面談或者重要嘅談話過程中，面試官對候選人眼神接觸少、頻繁睇手機或者手錶，又或者身體後仰呢啲行為，會明顯降低候選人對呢個組織職位嘅好感度。第4點，講抬高自己，貶低別人。蓋洛普嘅職場調查報告提過好多次，打工仔公認最傷團隊士氣、最乞人憎嘅行為，就係同事嘅唔尊重行為。具體嚟講，真係成日晒自己威水兼踩低人哋。呢啲人咁做，某程度上就係想搶功。我最早聽黃建文講過一句好啱聽嘅話，你威俾人睇冇問題，但唔該咪踩住人上位，即係話你讚自己可以，但千祈唔好糟質人。不過後來我睇多啲文章，發現原來淨係晒命都已經出事。點解呢？你試諗下，假如你新入一間公司，就算你唔刻意晒命，淨係你本身夠犀利，都可能引嚟妒忌。學過心理學都知，價值係由供求決定嘅，都應多過需求，或者供應大增但需求冇變，價值自然跌。所以只要有人太出眾，就算佢唔出聲，其他人潛意識都會睇佢唔順眼，因為你嘅存在會拉低其他人嘅視界噶嘛。如果喺呢個情況下，你仲要成日掛住晒自己有幾巴閉，咪正日木秀於林，風必吹之咯，實惹人眼紅兼圍攻。所以想喺職場生存，切忌鋒芒太露，記住潛龍勿用等。萬一你仲要踩多腳貶低同事，咁就真係低情商到震啦。其實有啲人踩住人哋上位，心底係驚唔嗌，唔會有人理。就算明知同事眼超超，都要搏命刷存在感。佢哋諗，老細面前成班人唔得我一個舉手嗌等我嚟，起碼入咗老細個腦先啊。但係呢啲搏出位嘅招數，壓到一時壓唔到一世。短期或者執到啲雞碎咁多機會，但長線嚟講，周身都冇張利。同事暗地裏標籤你二五仔格，上司覺得你識食唔識做，團隊當正你係搞屎棍。最慘係搞臭個朵之後，你想做單正經嘢，拍檔聽到你個名都擰頭走夾唔唞，冇人肯同你拍住上，你咪等於跛腳老虎，再威都冇用武之地。第5點，捉字蝨式抬槓。周鴻禕拍台都話最憎公司啲專業駁嘴員講精，
佢哋似足大專辯論賽嘅化石隊員，咬住自己套歪理當金科玉律。大家唔為解決問題，專登閃低其他人，顯得自己好似好醒目咁。似你公司個經典場面，你明明落咗死命令，每條片錯字唔准過3，結果有人超標，你問責時竟然聽到。老細，你上次講嗰條係10分鐘短片啫，呢條30分鐘長片，按比例梗係有9字完噶啦。聽到真係想掟佢出窗。呢啲就係捉字失色抬槓終極病症，將常識當數學題。明明錯字超標等於唔專業係3歲仔都明，佢硬要拆骨再嫁接，扮晒柯南查案。對付呢類人，記住佢同你鬥嘅唔係邏輯，係面皮厚度。下次直接飛句收皮啦，你咁得閒同我計比例，不如計下自己份糧扣幾多%。最後呢種為形而降真係職場毒瘤。呢度再舉嗰2個經典案例。你咁勁，你嚟做，明明係討論方案，突然偷換概念變人身攻擊，冇裂縫點會惹烏蠅？用偽道理將問題賴晒受害者，呢啲今計式抬槓陰濕在於表面好似有哲理學包裝，實際係邏輯崩塌嘅詭辯，目的永遠得一個，證明你錯佢啱。遇到呢類辯論成癮患者，記住佢哋唔係追求真理，係追求優越感上癮，仲要係最 cheap 嗰種。以上5重職場情商地雷：踩人上位、搏出位刷存在感、二五仔行為、得把口唔做實事、為剛而剛。邊種你最頂唔順？你有冇親身中過招？閱讀會評論區等你吐苦水。今期閱讀會先到呢度，我哋下期再見啦，拜。